Hello，大家好，朱昌道施政報告發表之後啦，有好消息，又有壞消息。好消息當然係政府估算明年2026年全年嘅賭收有2360億，雖然較今年初估算全年嘅2400億賭收少，但係都2000幾億都夠使㗎啦。至於呢，對於公務員嚟講嘅壞消息就係公務員冇得加人工啦，明年。政府就話咧，明年本澳喺各項利好因素之下，旅遊業可望延續發展，但係考慮外部環境同經濟形勢不確定性，綜合考量各項因素同基於審慎理財原則，估算明年賭收咧係2360億嘅啫。當局曾經喺今年財政預算法案啦，預估2025年嘅賭收係2400億，及後咧因為年初咧麻麻地啦，所以就下調至2280億。不過咧年中過後咧又好似啦幾好喎，所以啲賭收上返嚟啦。據博監局嘅數據，今年頭10個月嘅賭收累計已經達到2054.27億嘅，按年升咗8%。照計就11、2月正常嘅話咧，年尾埋單計數咧，2400億嘅賭收目標應該達得到嘅。既然明年都好勁嘅，唔係差，點解嘅公務員唔加人工呢？政府就話，雖然現時政府財政尚算穩健，但整體經濟前景仍然存在不確定性。現時部分行業復甦緩慢，考慮到公務員喺2024年初即係舊年初已經獲加人工啦，當時升幅係3%，都唔算低㗎。而且由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共12個月嘅平均通脹率只係得0.24%，以及公務員調升薪酬將增加政府嘅長遠開支，所以應該加倍審慎考量。因此經綜合研判，政府就決定明年2026年公務員嘅薪酬就唔調整啦，冇得加。睇返明年嘅預算案。特區明年度一般綜合預算收入係1187億，開支就高達1134億啦。預算盈餘大約係52.5億。明年財政預算開支較今年度增加大約0.1%，即係同今年差唔多。聽完條數大家都覺得掹掹緊啦。如果公務員加埋人工，可能就冇咁多盈餘，分分鐘有赤字添。留返幾十億做緩衝，預防有咩突發事件都係好事。當然啦，公務員朋友聽到冇得加人工肯定冇咁 happy 噶啦。咁就去多2次旅行散心，開心下咯，咁咪開心啲咯。其實公務員同私人市場個薪酬冇掛鈎㗎，亦冇乜關係嘅。以前都講過㗎啦。公務員凍薪又好，加人工都好啦，對私人市場基本上冇乜影響嘅。因為公務員同私人個就業市場基本上冇互通嘅，冇乜流動嘅，各自相對好獨立。而且公務員嘅薪酬遠遠拋離私人市場啦。大家都知道，以一個大學畢業生為例啦，喺公務員如果你做到430個薪俸點乘94蚊一點，都超過4萬蚊啦。再加埋啲房屋津貼，噼里啪啦4萬幾蚊。如果而家一個大學畢業生喺私人市場頂多揾到11000、2蚊嘅啫，薪酬相差4倍嘅，差距相當遠。所以公務員1-2年唔加人工，基本上問題都唔係太大嘅。你話影唔影響佢哋嘅士氣？當然唔會影響啦，佢哋士氣一向高昂做公務員士氣比街外嘅打工仔其實都高唔少㗎。我哋嗰啲揾11000、2蚊嗰啲年青人，士氣相對低好多啦。大家唔知覺得係唔係呢？好，呢一集睇到先，想支持我嘅訂閱，我哋下集見。